已经连续第3档中秋买文旦送爱心的行动，发起人有青果西施之称的淡市百业国际安平学会理事长江嘉莹，上午伫议员大院顶，正国会办公室执行长创展的支持，以及济赛主会、妇女团体等企业界精英的小厅，再次号召大家来响应。有感而发说，我们就发起了一个买一盒，那我们这边就会协助捐一盒，然后就给社会局哈。那目标每一年都是750盒的部分哈，甚至会更多啦哈。只是目标我们就是定在750盒。那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局长的大力的支持哦。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给他们一个暖暖的一个中秋节哈。这样的一个爱心能够每一年的传递下去啊。年的目标一样是750盒哦。那我想多多益善，也希望说一方面支持我们在地的果农，那一方面做爱心，帮助我们的弱势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，一起来关怀我们的弱势，让大家都能够在中秋节感受温暖。每一档为了帮助文旦农民出销，同时帮助弱势家庭的行动，发起人会当讲是无惜成本，就是要伫中秋传达社会温情，也互社会局长致上上深的感谢。许多家庭呢，也常常呢，在经济上呢，也比较不如我们一般的其他市民。那也多亏我们呢，在台南市有许多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的一个善心人士呢，会呢提出很多协助，让我们弱势族群呢也可以感到温馨。买文旦送爱心，赞！再来一次哦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